总统赖清德昨日演说嘛宣示讲，要发展无人机甲中低轨道的卫星来打造太空产业。有分析师是认为，咱台湾的优势伫通信、天线，佮有光学雷达等领域嘛已经布局真久咯。也毋过，有学者的看法是无遐尼乐观。进军全球太空产业。总统赖清德伫咧5日就职演讲，宣示要投入无人机、中低轨道卫星等发展，建立全球太空产业。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的亚洲中心，也要发展下一个世代通讯的中低轨道卫星，并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。具体来看，利用台湾半导体、ICT 等产业的优势，来推动低轨道卫星。立规火箭、人才培育等领域，并且延续创前政府时期的第3期太空计划，发展光学遥测、合成向景雷达等卫星。有分析师讲，台湾伫咧通信、天线、光电雷达等领域已经布局真久的时间。比较没有制定产业规格的能力，不过我们具有强大的制造跟客户共同开发的能力。台湾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关键零组件的提供，或者是整机的制造。即使我们投入的金额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我相信，而且我具有信心，我们还是可以发展得很不错的。台湾在太空产业上面最优势的地方在于地面站的设备，可以试着把厂商在次系统方面的潜力发展出来，进一步往就是制造卫星的方向去走。我们会需要有更多的资金投入，我们会有排除红色一定程度排除红色供应链的需求，所以从这角度来说，我们在发展无人机的时候，还是会有我们自己市场需要满足的这个份额。无人机国家队就是无人机产业聚落，其实算是一个很初步的实现。学者讲，若是甲欧美、日韩等国家的太空产业发展机会比起来，台湾确实也阁需要更加侪资金，或者是学日本实力基金。一来无人机方面，虽然中国是无人机的大国，但是台湾甲美国拢需要排除红色供应链，所以对于台湾来讲，也是有发展的潜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